屬雞嘅朋友，請接受大家嘅膜拜。2026馬年，你係當之無愧嘅運氣天花板，因為你集齊咗兩粒最強吉星。第一粒係天乙貴人，呢粒係命理學入邊最大最吉祥嘅貴人星，代表有求必應，逢凶化吉。無論遇到咩難題，總會有大佬跳出嚟幫你搞掂。創業揾工簡直係開咗外掛。第二粒係紅鸞星，唔同屬蛇嗰啲霧水桃花，你呢個係正緣。單身嘅容易遇到真愛，有伴侶嘅非常適合喺今年註冊擺酒，真係紅到發紫，喜氣洋洋。不過人紅是非多，要小心捲舌同灌索。捲舌代表背後有人眼紅講是非，灌索代表錢銀瓜葛。特別係同親戚朋友，千祈唔好有借貸關係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因為錢傷感情，仲惹到一身蟻。事業愛情盡管衝，聽到流言蜚語當聽唔到，唔好去搏，因為你嘅運氣太好，唔使同佢哋計較。想結婚嘅，想創業嘅，今年千祈唔好錯過。天宇加持，紅鸞星動，你就係馬年嘅大贏家。屬雞嘅朋友，準備好迎接你嘅高光時刻。下一集同大家講講2026年同太歲三合，事業運超穩嘅生肖狗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